嘉义中埔乡是槟榔的主要产地，特别是槟榔的人因来因少，人口老化，且工人也很多问题，过度抢人呢是由变革方自然淘汰的。退休的对嘉义市西溪中埔乡少龙村的林淑云，以研究植物养过多年呢，一路发现到中度的有过多认真模拟去长特殊的自然跌下来的墙的，一路过上去试看呐。同样的无爱嘅槟榔拿来做生养，吹起来养补的，没想到效果quite好哦。利用一个槟榔叶来挖土养补的，做生活用品也得，和大陆村民共下来做，发展做少龙村嘅特色产业。这里有一个牛山，那我们就做牛山的生态的造型，这样子。安不是头，中部乡上农村改灯为主灯，牛山之美也好共灿烂。牛头的那个是请那个竹编老师他们做的，牛身的部分啊，用那个他们做好，那个布是我们就用染的把它包裹上去，这样子。七彩嘅灯景变，让幼儿生活嘅图找到很清楚，也系村民用下入槟榔叶做嘅。这个海豚很难做哈，这个是一个旅行社，还有也是我们在地的村民所做的。来到中二度，南为一个店台嘅门，一个槟榔叶灯笼，个个木球肉，也系很多村民每个做出来嘅。这边总共有64个燃灯。其中有30个是藤寮千岁团他们做的，那另外34个就是其他的村民跟店家，他们的创作的作品，一起做同样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去完成这个灯会，就是大家的连结会更紧密。少农村的中部乡东片有200到600工厂安高，丁然都系山，村民单种槟榔来落雪。我60几了嘛，60出头了，拢总是囡仔就是对槟榔感情大汉的。整个你讲叫阮即马乡下家转型，他们也不会转型，因为槟榔就是因的时代人开始一直流传下来，新工个利润会很高。不过，两下是槟榔嘅意见率减少，前3个少农村种嘅无有品种，还能模拟而嚟。它有分黑吧、白吧、特白啊，即摆你人食少他们就比较偏好较好的就是特白啊，黑吧较歹变啊，就剩差多变无人爱。第3期有欠水，村民会贵重其他作物也难，槟榔两安多按用嘅生咯。因为这个产业已经是没落了嘛，黄昏了嘛，就讲看能不能把它转型，说，会当来做染布，染布会当做其他很多附加价值出来，如果说把它成功的话，或许可以慢慢的把它转型，变成咱中部家一个特色。好嗰個槟榔冇在條氣角，捲口定機器，條過上的跌下來，冇乜溶出嚟，變做體色。早上去散步的时候，看到河堤旁边就是被丢弃了满满的那个比较大颗的槟榔。我后来就是把它捡回来，想说试试看，结果发现这样的一个燃料非常的好。林淑人到槟榔葉用啲8號，早上手機台個面紙頭掠到，還老立葉結合起來發土。本單是喺第4屆嘅工作室推廣，也係頭一擺土地村民共下來做。到一碟槟榔剪下來，落埋得嘅行用嘅槟榔裏比，提示手揸夾開。因为槟榔整个就是大了之後，它尾部有點黃色的，那個時候是最好的。你如果全部都黃色，那個時候就太硬了，你要打開它不容易。好像就是需要用鋸的用很銳利的刀子這樣切啊。無論係整個下來嘅，也係找睇嘅槟榔，會用各種方式落幾個字背出來。家咧就去從北角區內底去煮，落則個拍個打。你提迄個紙會足歹提？紙啊，
无介好摕啦。即摆就爱拍咧，爱拍真久啊，搁惊落雨尔。若卖落雨吼，就较快拍。我们在书上都看到说，整粒的那个破开之后就整粒下去煮。后来我分开实验，就是说你用果壳去煮，没有什么颜色，所以因为它很占空间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那个部分。好，所以主要的色素是在那个种仁里面。像这个色泽就可以了。得出来解释，洗澡병에도營養合格，而溶解下，高拿出來煮出色素，因為煮出來嘅水滴度就凍到嘅出不減，含會生菇，含就得溶解白。所以林樹人認為，也當特地來推廣。放歪歪伊就會起起，吼，就安尼安尼，敢若一間拿花的花瓣安尼吼。啊，木匣子有一個要點，就是伊袂使傷薄，吼。伊若伤薄吼，伊会夹袂安，就让他们学一点东西，可以帮助他们自己。好，就是说，不只是手动让自己年轻化，也可以让他们去做出一点东西可以卖，帮助他们比较深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这样。然后跟产业做一个结合，好，然后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个观光发展，然后让经济起来，让年轻人能够愿意回乡。阿爸公阿爸婆雖然就唔夾，唔過當然知第三行仲變浪仲嚟住設計，從來望住小個就得拿來安樣做。啊，就他拄啊，就是安尼白種竹啊，安尼白嘅啊起來，透啊開就有花啊，有一個花啊。啊，大家有敢若開種咁款的無？嘿，有咧。啊，有大家看到迄花無？啊，看到就歡喜啊！我就講，大家伫遐個做甲遐水安尼啊。啊，有想講哦，我家己嘛足夠的。啊，我嘛無，我甲講我足緩慢的呢。是長輩在參與的過程啊，哈，他們也覺得啊，迄本人會當做啥哈？大家都抱着一個很好奇的心態啦。那經過反覆幾次的練習之後，他們越來越熟悉，做出來的那個作品也越來越漂亮。然後他們會很期待說我後一屆要個做啥物？因為做出來就是那一種生活中就是比較有美感的啦，所以這個也讓他們很歡喜。啊，自己染出來的布，有呈現很多的花樣，他們也覺得非常有成就感。可檳榔是配介紹農村民對檳榔有一份感情，因為檳榔近來嘅網友愛買咧，村民持定在起，也地參加個倡導得到堅持，大家希望勞基發展做沙期嘅特色，而來改變大家對檳榔嘅印象，為上農村開展出新嘅光景。